各位朋友，我係世紀21羽田地產蔡生 Raymond， 而家同各位介紹呢個筍嘅放租盤，係大埔太和中心。太和中心合共有2座，共有384個單位，入伙日期係1987年，發展商係富輝地產，實用面積係294尺，小學校網係84，中學校網係大埔區。太和中心係大型屋苑，交通方便，鄰近巴士站，民生設施應有盡有，附近有好多食肆、銀行。而家同各位介紹呢個單位，實用面積294尺，2個房。事不宜遲，而家同各位參觀呢個筍嘅放租盤。首先，我哋睇睇呢個單位嘅廚房。廚房業主提供咗煮食爐、睇睇單位嘅大廳。單位大廳是正嘅，街磚嘅地廳。睇睇單位嘅洗手間。洗手間原本係浴缸，改咗為企缸。洗手間係有窗，名廁嚟嘅。單位有2個房，睇睇主人房。主人房大概有50尺，有一部冷氣機。座向南，景色開揚。睇睇另外一間客房，客房都大概都有50尺，有冷氣機，座向都係向南開揚嘅。如果邊個朋友對呢個筍嘅放租盤有興趣，麻煩聯絡世紀21羽田地產。世紀21羽田地產，多謝各位，多謝。